接续咱来看，伫南投草屯，因为有人对修理佚佗物仔真有兴趣，所以伊成立佚佗物医生南投站。伊嘛训练学生，互因会当来斗修理。因讲会当甲歹去的物件修理好，是感觉真有成就感。提起工具，甲佚佗物拆开，找歹去的原因。这是协国高中的科技中心，因协助佚佗物医生成立南投站。这个活动是佚佗物医生和伊的囡仔主人同齐完成修理的任务。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，然后因为跟我的机械的课程是比较不一样的类型，那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。想说学校刚好有举办这种有这个活动可以参加，然后刚好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弟弟，也可以继续接着玩，也让小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做看看那个里面的一些操作流程，这样子让小朋友可以爱惜玩具这样子。送来修理的佚佗物，拢是陪伴囡仔成长的基地。那直接得了真可惜，原底读迄工国中部的学生，就因为安尼组成佚佗物医生团队，佮开设培训课程，找佮较侪人同齐修理南投地区囡仔的佚佗物。其实当初在修玩具的时候就觉得，哇，轩老师真的好厉害！一台不会动的车子放到他身上，放到他手上，然后他就是拿螺丝起子拆一拆，然后用手拿几个奇怪的工具，然后动几下，然后突然车子就会动了。那我当初就是觉得很惊讶，然后就觉得，这东西好像蛮好玩的，然后也修了几次之后，也有获得了蛮大的成就感。佚佗物医生南投站的院长陈建庭，因为伫高中的时参加过几摆佚佗物修理活动，感觉真新鲜，所以伊大汉了后，找几个朋友做伙创立这个南投站。以后除了继续培训新的医生，也会举办比赛，互佚佗物医生南投站成做大家交流的好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